的知识分子，真是可惜了。哎呀！哎呀！谁这么没有道德，乱丢香蕉皮啊！功德系统已绑定。系统？什么鬼啊？啊！这他妈把我干哪儿来了？啊！奇经异脉，这小子竟是先天道体。这才半年，师弟就将闪电奔雷拳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，莫非他真的是天才？谁知道呢？你不也学了吗？你不是也看了吗？那秘籍啊，跟天书似的，一看就犯困，啥都没学会，就连师傅呀，也就学会点皮毛。大清早的，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我说师傅，您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这人吓人，可吓死人啊！就是。春生，今天不用去帮你姑妈看店。吴才，你早餐做了吗？一天天的就知道胡闹，滚吧！好嘞。不愧是先天道体，师傅早。才半年就把闪电奔雷拳练到了门内从未有过的境界，强如你大师伯时间呐！他呀，练了几十年，都未能达到你这个高度。跟我来。许愿，你可愿真心拜入我茅山派，成为茅山派第20代传人？哎，师傅，我不已经是您徒弟了吗？之前你只能算是记名弟子，就跟你春生师兄一样。我现在要收你为我的衣钵传人，亲传弟子。你不用担忧，成为亲传弟子也可以正常娶妻生子的。弟子愿意。你身为先天道体，定能将茅山一派发扬光大。这是讲符咒的制作和使用，先学学常用的镇魂符、辟邪符、引火符之类的。这符咒啊，五花八门，我也未曾全会。你好好学，我还要去一趟镇上。谢谢师傅。没想到这符咒还有这么多功能和种类。哎，对了，许愿，你是不是留过洋啊？21世纪的大学生怎么不算留过洋呢？是啊，师傅。那你收拾收拾，跟我去一趟镇上。好嘞，师傅。他留过洋，应该知道怎么喝外国茶吧？南洋饭店，欢迎光临。原来如此啊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二位定了位置没有？我们是来赴任老爷约的。原来是任老爷的客人，二位楼上请。任老爷也要给钱恭候多时了。还好带着许言来了，没出洋相。这边请。哎，九叔，你可算来了。哎，婷婷啊，赶快叫九叔。九叔，这位是任老爷啊，
任老爷好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。九叔，里边请。坐。哎呀，几位需要点什么？给我一杯 coffee。我也要一杯 coffee。咖啡，这难道就是外国茶吗？九叔呀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千万别客气啊。不就是英语吗？跟谁不会似的？师傅，餐来都来了，也是点洋人餐。哎呀，你看着来就行了。Waiter，do you have steak？ 死什么？死得可还是死得快呀？Of course. Okay. I'd like 4 cups of coffee and 4 steaks. Filet medium rare. Thank you. Will please wait. 师傅，这洋人呢就爱吃牛排，待会儿你也尝尝。九叔呀，听说您收了个留洋回来的弟子，想必就是这位吧？是在国外念了几年书。原来他留过洋。婷婷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你想学习国外的知识？爸爸，真的可以吗？九叔呀，我想让我们家婷婷跟许岩多多的交流，多多的学习，不知您意下如何呀？哪里，这小子平日修炼呐，也是足不出户，多跟年轻人走动走动也好。只是他刚入门。哎呀，九叔呀，您放心，只要您同意呀，我们家婷婷亲自去府上学习，绝对不会劳烦许岩来回的走动。那就没问题了。师傅，你都答应了，还看我干嘛呀？任老爷您放心，只要令爱愿意学，我一定好好教导，绝不藏私。想学洋文也是可以的。好。婷婷啊，你还愣着干嘛呢？爸，你太棒了。那我是叫您严哥呢，还是叫您老师啊？这叫老师吧。老师好，请多多指教。师傅，我知道您爱喝甜一点的。哎呀，这外国茶还行。爸爸，我也给您加牛奶。好。九叔呀，关于先父起棺迁葬的事情，您挑好日子了吗？我看你先考虑考虑，这种事儿一动不如一静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之前的风水先生也说过，20年之后一定要起棺迁葬的，这样对我们才好呀。既然如此，那便3日之后动土起棺。好。师傅，您快尝尝。哎呀，任老爷。谢谢。九叔呀，您这个弟子中西合璧，确实不错呀。哎呀，哪里。这小子是不错。哎，师傅，你说任老爷为什么让我教任婷婷外国知识？我猜啊，这任老爷8成是看上你了。什么？看上我了？我不是 gay 呀。是啊，看上你做他的上门女婿了。这意思。吓我一跳。哎，不对，那为什么偏偏是我呢？
因为任家镇没有谁比他更有钱的，所以他选女婿，绝不会把家财放在首位。他又只有任婷婷一个女儿，所以呢，他是绝对不会把姑娘嫁出去的。哎，这个时候，你出现了，你父亲刘过阳是个知识分子，还是个孤儿，满足了他找上门女婿的所有条件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肚子里有墨水的大多都是高门大户，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入赘的。寒门孤儿呢，肚子里又没有墨水，我又刚好兼备。哎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过，你也别高兴太早，或许你只是任老爷众多考察对象中的其中之一。别想太多，还是把心思都先放在修炼上吧。哎呀，任老太爷迁葬是必然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避免他尸变。你就是婷婷那个西洋老师是吧？我警告你啊，离我表妹远点，不然弄死你，听见没有？少撸那高潮了，神经病！我，嘿，婷婷，冷不冷？冷了是吧？不冷。祭拜完毕，动土。九叔呀，当年风水先生就说过，这一块墓穴是一口好穴呀。地是好地，可惜让人做了绝。不错，这块穴名叫蜻蜓点水穴，穴长3丈4尺，只有4尺可用；扩长1丈3尺，只有3尺可用。所以棺材不可平葬，一定要法葬。了不起啊，九叔！哎，师傅，什么是法葬啊？难不成是法国式葬礼？你个土包子！哎，平时让你多看书吧，就知道胡闹。许言，告诉他什么是法葬。法葬呢，就是竖着葬，不是什么法国式葬礼。所谓先人竖着葬，后代一定报。不错，当年风水先生也是这么说的。哇，老师你好厉害，这都知道。我真是服了这个花孔雀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！松绳，起钉。各位，今天是人工威勇重建天日，凡年龄36、22、35，还有48，属鸡属牛，要转身回避。回避完毕，大家整理衣冠，开棺。师傅，好像不太对劲。爹呀，爷爷，孩儿不孝，惊动您老人家了，还望您恕罪呀。任老爷，任老太爷的尸体不对劲，摆着恐怕会出现大问题。我提议就地火化，再另择吉日重新安葬。火化不行，先父一生最害怕的就是火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求求您九叔，您再想想其他办法。那就先抬到义庄，再想办法。好，劳烦九叔您了。您放心，保准我死后派人送到您府上。你们两个盖好棺材，抬回义庄，其他人带东西离开。春生五彩，在每一座墓穴烧个梅花香阵，烧成什么样，回去告诉我。我和许岩先回去，记住，
每座坟上都要上香，别忘了啊！是。我连棺材底都没放过，希望有用。师傅，不好了！师傅，你看这香。人怕三长两短，香怕两短一长，偏偏就烧成了这个样。家中出此香，必定有人丧啊！那就没有什么办法避免了。哎呀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嘛。哎，不对，婷婷，师傅，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办法就是把尸体烧掉，但我们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任老太爷现在是咱们义庄的顾客，在他没有尸变之前，我们就把他烧了。你这是想毁坏咱们师傅的名声吗？而且啊，以人家现在的能耐，我们把尸体烧了，在这个地方就没办法混下去了，说不定啊还要吃牢饭呢。凭什么呀？我们这是在帮他们。人家在意嘛。任老爷要是那么想的话，就不会把棺材拉回来了。而且任老爷刚才再三嘱咐不要胡话，尊重顾客意见，懂不懂？我们把尸体烧了，他们肯定会送咱们去吃牢饭的，说不定啊还要让你吃枪子儿。你想啊，不想吃枪子儿就老实点儿。已经在棺材上弹满墨斗线，还有祖师爷牌位镇压，希望任老太爷不会出问题。哎，你们俩有这闲工夫，多看看书去吧。去吧。是师傅。曲言，我们走吧。好。黑夜漫长，过了今晚，就知道那墨斗线能不能放出来。出关了！哎，师傅，我和你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这也没什么呀，这动静哪来的？原来是这小子，睡得跟猪一样。这种人呢，最适合守棺材。你也快去睡会儿吧。看来把漏掉的棺材底补上就没事了吧？但这样的话，那梅花香阵为什么还会烧成两短一长呢？看来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摆平。今天不用做饭了，人家请客，邀我们去吃饭。哎，来了。哎，表姨夫，婷婷表妹也不小了哈。哦，对了，那杨先生就是个骗子，这万一……是啊，婷婷是不小了，是该找个婆家了啊。是时候了。哎，表姨夫，所以我想……你想喝茶？好，我给你倒。老爷，九叔来了。哦，九叔来了。任老爷，九叔，先父棺木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总算不负所托，多谢九叔。茶室里边详谈，请请。这也可以？老师，你觉得我学的怎么样？Great。好啊！我操！好呀！啊，
我就知道你是个没安好心的大色魔，少在这揩油。表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封建老土？这是西洋礼节。表妹，你都没有看见，他都这样了吗？他明显就是个大色魔。你满脑子淫虫，少以己夺人了。哎，我去找下师傅。就是你个土包子，婷婷，我也要。一边去！干什么？来，我警告你俩，最好不要碰这儿的东西，碰坏了你俩都赔不起，听见没有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是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迁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里总是隐隐不安。今晚那僵尸恐怕还是会破关而出。回到义庄守株待兔，趁着他刚破关就把他宰了。必须得先提前不行，哎，不让这任老爷知道僵尸的可怕，就私自宰了他爹，搞不好还是会把我们师徒抓进大牢。看来只能找个由头留下来。万一僵尸破关了，第一个找的肯定是任老爷。先让他见识见识僵尸的厉害，我再出手，正好试试我这闪电奔雷拳的威力。不想坐牢，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表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靠近不救我自己呀！又喝多了是吧？丢人现眼！糟了，这俩憨货又用道法捉弄花孔雀了。清醒了没？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再敢用道法整人，看我不把你俩屁股打开花！滚！你也滚！有了！天色已晚，任老爷请留步吧。啊，多谢任老爷的款待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先父的事情还得拜托您了，路上慢点。好，老师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，不知道您有没有空啊？师傅，那你就留下来吧，明日一早再回义庄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师傅你慢点啊。任老爷，叨扰了。都是小事，这样吧，管家给许岩安排一间客房。是。谁啊？老师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没……嘘，别出声。是还有什么知识要复习吗？婷婷，你听我说，等会儿外面不管出了多大动静，你都不要出来，听到了没有？有任老爷这个活靶子在，任婷婷应该暂时安全。在我的闺房里，老师把我抓得这么紧，我和老师是不是……婷婷，婷婷，啊，老师，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暧昧了？啊？不是啊，大姐，你爹要死了喂！不过我这大半夜闯入人家闺房也确实不妥。抱歉啊，不过一定记得我说的，千万别出来啊！
20年前，那位风水先生曾经说过，先人竖着葬，后人一定帮。可这些年，我任家的生意却是越来越差了。希望这次迁葬之后，我任家的生意可以重回巅峰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不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闪电，奔雷，传！许言，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他是你爹，我爹尸变了。尸变。等等，这可是我爹呀！爹怎么会成我了？爹。闪电！许言，许言，干嘛呀，任老爷？许言，别打了，他是我爹呀！任老爷，他现在变成僵尸了，如果现在不解决他，整个任家镇都要遭殃的。不过再怎么说，他毕竟是我爹呀！闪电奔雷拳！不要啊！爸爸，你干什么？任老爷，你快放手啊！现在是除掉他的好时机，放手啊！他毕竟是我爹呀，你不能杀他，不能杀呀！爷爷，婷婷，快把你爹拉开！你爷爷已经变成僵尸了，如果我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你们。不要啊！小心！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已经学会声东击西了，这是已经开智，又成精了。许愿啊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任老爷，僵尸是没有人性的，遇到鲜血就会复活，而且至亲至血还能让他功力大涨。我不杀他，你和婷婷都会有危险的。老爷，九叔来了。师傅，九叔您来了。任老爷，昨天晚上我们刚到义庄，就发现门口几只鸡死了。等我跑进停尸间，那将……任老太爷已经破棺而出，不知所踪了。听说他找过来了。不过让他跑了。九叔啊，能不能想办法给我爹留个全尸啊？僵尸只能烧掉，否则遇见鲜血还会复活。别的，许言也跟你说了吧？全尸，电说的可以吗？让我再想想吧。那我就带着许言先回去了。任老爷放心，现在是白天，僵尸不敢出来。我们回去准备法器，晚上就过来。好，那就劳烦九叔费心了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走吧。告辞。
人家那边的事我会注意的。大更的死了！哎呦，太可怜了吧！过去看看那边是怎么回事。好。可惨了！你看看这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不敢看。师傅，他是被僵尸杀死的，尸体要不要处理掉？人太多了，动手怕引起恐慌啊！哎，让开让开！哎呦，这咋的啦？我看看啊。我的娘嘞！魏少爷，打更的是被什么凶器杀死的呀？是啊，肯定是被枪打死的。每一枪都打中脖子。经过我断定呢，凶手呢肯定是个武林高手，是用了一种飞镖，他用了这个9子连环金钱镖。用了这个9子连环金钱镖啊，把打更人给打死了，太可怕了！飞镖啊！那镖呢？喂，你不要妨碍我查案好吗？你聪明，你说他怎么死的？快说！快说！师傅，要不算了。我看他是被手指甲插死的。哈，手指甲给插死的是吧？哎呀，那就说明一件事情，只有手指甲长的人，才能做到。让我看看还有哪一位手指甲比较长啊？我的好像不长，你的长吗？你看看。我的短，那看啊！哎呀！在没有调查到证据之前，你少冤枉好人。哎呦，还敢推我！我从来都不冤枉好人。咱们村里面就你师傅的手指甲最长，所以呢，他是凶手。来人呐，抓起来！我看谁敢动我师傅！哎呀，阿威，动手之前好好考虑一下，任老爷答不答应？你想造反？不与傻逼论长短。哎呦，我去！住手！表姨夫，任老爷来了。任老爷，任老爷，阿威，你在干嘛呢？表姨夫，我正在抓凶手，而且呢，疑凶已经被我抓到了，我要给打更人一个交代。胡闹！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就在这儿随便乱抓人，我看呢，你这个保安大队长有待考察。来人，把尸体先抬回人家，我自会为他做主。走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九叔，你看，我把打更人的尸体先抬回人家，这样处理怎么样？全凭任老爷做主。走。走了。你个小子，好好学着点儿。是。看啥呢？还愣着干啥？走啊！走啊！徐岩，打更人尸毒入心，今晚就会尸变。我们先不回义庄了，跟去任府看看。师傅，您要的鸡血、墨斗、黄符都带来了。你们俩今晚寸步不离地跟着任老爷和婷婷，保护他们，知道吗？师傅，那你和师弟呢？我们不能靠太近，僵尸成精了，被许岩打伤，难免有所忌惮。好。哎，师傅，不要。为什么？这尸体可以烧掉，但绝对不能这么简单烧掉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这任老爷一直不相信他父亲变成了僵尸，所以咱们得下一剂猛药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。你的意思是，等僵尸尸变，先吓吓他们，顺便让那个阿威知道，杀死打更人的是僵尸，而不是您，这样省得以后再来找麻烦。而且我们在这里也不会有事的，您觉得呢，师傅？还是你们年轻人想的周到。
就按你说的做。喂，阿威，一会儿那个尸体该尸变了。哼，想骗我？我告诉你，要尸变了，一切都好说。要是明天早上起来一切安好，那么你和你的师傅等着进大牢。哎，你去把大门关紧，别让他们跑出去了。是队长。小子，乖乖交代清楚。我阿威呢，让你从轻发落，否则呢，别怪我不近人情。听见没有？啊！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看看你身后，小子，还想骗我？你们给我教训教训他，快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去！干嘛？偷什么呀？队长，在你后面。我去！师傅，是僵尸出现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是大更人尸变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我的！快！救我！别说了！哟，还是个童子鸡呢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！你快呀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是僵尸，而且啊，它一会儿就会咬人吸血。被僵尸咬中的人啊，都会变成这副鬼样子。哎呀，行，你快救我命啊！你快点！救你可以，不过你明天得发通告，说凶手不是我师傅。行，发，今晚就发，你快点啊 ！OK， 我来帮你。我勒个娘啊！你一个大男人拉着我干嘛？我又不是 gay。什么 gay 啊？我这不是害怕吗？杀死一只僵尸，通天路正在激活。系统啊，是啊，我都快忘记我还有个系统了。原来杀僵尸才能激活系统。就说，是不是人被咬过之后呢，都会变成僵尸？是的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僵尸会越来越多。那我就交给您全权处理了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爹留一个全尸。哎，没问题，我们一定会给任老太爷留个全尸的。任老爷放心。好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那我也去召集人手了。快点儿！你以为人家的人死光了，下一个是谁啊？哎，你等我啊！等我去叫人啊！叫人帮忙啊！你等我回来啊！雪岩，你小子又在打什么主意啊？师傅，任老爷刚刚说要留个全尸，又没说不能是熟的，电熟的尸体也是全尸啊。哦，要不说留过洋的，就是脑袋好使。这不是名师出高徒吗？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您知道什么是通天路吗？你是从哪儿听说的？我也只是听说过，这是符箓造诣最顶尖的法术，其他就不知道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等我回去就研究研究这玩意儿怎么用。师傅，我们听不懂了。闪开！师傅，偷偷袭！去人，不知头目剑！师傅接剑！我镇不住他，师傅。我知道，顶住片刻也可。
师傅，滚开！好强的威力！老师教我的西方理念中，不是一直都在强调要相信科学吗？怎么他自己在手搓雷电？春生接墨斗，无才接剑，来，闪开！没事了。不好！我们手段有尽，他还不死！不行，空间太小，人太多，员工容易误伤，拼一把！危险！许愿，开枪！快开枪啊！许愿，追啊！猪队友！为什么不追啊？为什么不追？我问你俩啊！一群粪土，害怕了呀？你害怕了是不是？老师，我好怕。没事儿，不用怕啊，僵尸被我们打跑了。就说，多谢您了。任老爷，镇上人多，怕牵连无辜，人府装潢复杂，我们不好布置法阵，不如你带婷婷先搬到义庄如何？九叔说的对啊，九叔，听你安排。好，春生无才在，你们保护任老爷和婷婷回义庄，我和许岩呢，等天亮店铺开门，我们顺便买点东西，免得到时候工具不够，手忙脚乱。是。哎，师傅，你要不先带春生和无才回去疗伤？他们刚受了伤，恐时间久了尸毒会攻心。这东西我来买就行。更何况有一个工具人可以帮忙。那你多加小心。对了，东西多买点啊！好，我们走。婷婷，走。咱们也走。阿威啊，干什么？帮我搬点东西。凭什么？我是任家镇保安队队长，我还要去抓僵尸呢，谁要给你搬东西？真不去啊？忘了告诉你了，这僵尸啊很记仇，你刚才带人打伤了他，又和他是亲戚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去找你的。嘿，许岩，咱们现在去买东西吧，对吧？多买东西，我来付钱啊，怎么样？可是那些商铺都没开门呢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有我堂堂阿威大队长在，他不开门也得开门，对不对？哎，走，走吧。哎，你们这群笨蛋，赶紧敲门去啊！等着被僵尸咬啊！快！嘿嘿嘿嘿，许岩，我来了。来，冷不冷？给你披上啊！谢谢。哎呀师傅好疼啊！师傅哎呀，好疼啊！师傅好疼啊！师兄，你看也好没出息，你看我一点都不疼。那疼就好了啊！你看看你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那就完蛋了啊！九叔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再过2天，尸毒在他们俩身上散开了，就算把人剁开，他俩也不会有感觉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师傅？动啊，动，浑身都要动，不动血液不流通，就全堵在一块儿了。师傅，那堵了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堵了就会硬，硬了就会僵，僵了就会变成僵尸啊！这都不知道。那我怎么办呀，师傅？哎呀，抓紧躺下，动起来。任老爷，婷婷，你们再去睡一会儿，我去煎个药。辛苦九叔了。走，那个师傅，我先回房间练练画符。去吧，好好养伤啊。我去，
难道这就是通天路的用法？不用符纸就能凌空画符？哇！凭空瞬发，这不纯纯降维打击吗？太好了！行了，哎，师傅，先把药喝了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受内伤了吧？是有一点儿。怎么样？第一次面对僵尸，怕不怕？有法术傍身，自然是不怕。这么多年的苦修，不就是为了降魔卫道吗？说得对。好了，我休息一会儿。你呢，看着无才，等春生醒了，让他去多买点糯米。好，你之前买的不够。行，师傅您放心，我帮你看着无才。醒了。哎，师傅说让你醒了之后去镇上买点糯米。哦，行，知道了。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还行吧。那就行。哎。都这么晚了，春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，师傅，要不我去看看吧？或许师兄是迷路了。不用，以春生的身手，就算遇上任老太爷，他也能自保。先去吃饭吧。哎，走吧。哎，春生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一晚上没回来。一脸肾虚相，还能是干啥？师傅，昨天我去买糯米，镇上的卖完了，所以又去隔壁镇买了。回来的时候下大雨，电闪雷鸣的，我怕把糯米淋湿了，所以就找了个地方休息了一晚上。没做什么坏事儿。师傅，我这种正人君子，能干什么坏事啊？哎，师兄，这昨天晚上好像没下雨啊。对啊，昨天晚上一滴雨都没有下，你现在才回来，撤死我呀！没你事儿，继续动。哎呀，婷婷，你去帮他们煮点糯米粥，切记千万别让烟进了锅，不然吃了没用。好的，九叔。吃饭，吃饭啊！这笑得挺开心呢。这臭小子，被女鬼上了都不知道，简直有辱我茅山弟子的名声。原来是一只吸人阳气的女鬼，正好试试通天路的实战如何。师傅，不太对劲。我到那边找找，你在这儿仔细看看。好。小东西还想阴我，那我就成全你！给我滚出来！凭空画路。臭道士，你敢杀我！师傅，那个女鬼看样子吸收了不少男人的精气，今天我就除魔卫道收了她。师傅，师傅啊！哦，你说的对，是该收。好。仙长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伤我。死道士，你敢戏弄我，看我不杀了你！不！
500功德。这真是通天路！突破了！这是雷诀第3重的灵气化雷蛇。天地无亲，乾坤剑法，法由心生，生生不息，今生不灭，地狱天枪。许岩，你从哪儿学的这通天路啊？啊，师傅，您不是教我画符吗？我就想着画符不一定在纸上能画，所以就学会了。好啊！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呀，不愧是我的亲传弟子啊！九叔，九叔，许岩，九叔人呢？哎呦，大队长，你这又是糯米又是黑狗血的，怎么被僵尸吓破胆了？不是，我们准备带着家伙呢，准备请九叔跟我们一起去抓僵尸。只要我们主动出击，早把他消灭完毕，这全镇的人都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到时候呢，咱们全镇的人也不用害怕僵尸呢出来害人了啊！抱歉啊，我师傅受伤了，不能跟你们去抓僵尸了。这抓僵尸的事啊，还是你们自己办吧。哦，对了，提醒你们一下啊，这僵尸啊喜欢待在阴暗的地方，尤其是那个树林里边阴森森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山洞什么地方看一下。没有九叔跟着，谁敢去送死呀？可是这口号都喊出来了，许岩，干嘛？你跟我们一起去？我啊？你跟我开玩笑呢？哎呀，许岩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九叔门下最强弟子呀！啊，是吧？哎，九叔，阿伟，师傅，九叔啊，我想让许岩跟我们去抓僵尸，可以吧？既如此，许岩你就去一趟吧。记住为师交代，做事要稳妥，不可逞强。好，谢谢九叔啊。许岩，你说咱们去哪儿啊？这附近哪里比较阴森啊？九阴山啊，那边坟地多，听说还闹鬼，白天都没人敢去。行吧，就去那儿。走。队长，那边有个山洞啊！哪里啊？哎呦我去！不是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呀？这山洞里要是真有僵尸，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。这月黑风高的呀，僵尸最凶了。你快进去看看，愣着干啥呢？啊！我队长，万一里面有僵尸怎么办呢？这我也不敢啊，队长。你怕个屁呀！你怕？我和许岩在后面呢，有僵尸，许岩自然收了。愣着干啥？去！对呀，快点，快点！鬼呀！队长救命！僵尸咬住我了！许愿道长，快救救我！许愿道长，不是大哥，你但凡回头看一眼呢？我不敢，道长，我是不是要变成僵尸了？我还没有娶上媳妇儿了，道长，你说变成僵尸还能做？回头看一眼。傻不愣登的呢。原来是个坟啊！胆小鬼！走！许岩，快保护我呀！许岩，蠢啊！僵尸不会吼叫啊！别跑啊！
不是僵尸，这只是入侵了敌军的大猩猩。他把子弹快上！啊！对，给我打他！打！给我打呀！徐岩，愣着干啥？快点儿！哎呦，难怪师傅说这些年妖精稀少，就算是一只小妖也很难对付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的猩猩，太夸张了吧！这是一只妖精，已经吸收了足够的日月精华，再过些年肯定会实力大涨。哎呀，到时候不知道会害死多少人。哎，我们杀死了一只妖啊！杀了一只妖！哎，队长为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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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痴！哎，说不定僵尸就藏在这个山洞里，进去看看。趁他现在受伤，实力大减，说不定有机会将他电熟了。给我拿个火把。行，哎，拿火把过来。来，上来啊！保护我！你说山洞里有妖？那是个大猩猩，3米多高，很强壮，而且随便往地上一打，就是一个脸盆大的一个大坑。而且我跟你说，那个山洞里面妖气十足，那个猩猩假以时日啊，肯定能够练出法术。哎呀，只是可惜啊，没有发现任老太爷的踪迹。哎呀，他已经开了神智啊，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被找到。哎，除掉妖怪也是功劳一件。好，你累了，去休息吧。哎，好嘞，师傅，那我再去研究研究符箓的东西。大猩猩，这小子天赋高，还刻苦。哎。臭小子，还睡？再睡你们都快变成僵尸了！给我起来动！动！师傅，我又没犯错，你干嘛打我呀？动！谁说你受伤轻就不用动了？动！就说不好了，僵尸出现了！许愿救出人呐！僵尸出现了，杀死了好几个人，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！快！哎，师傅，救叔，怎么回事？师傅，僵尸又出现了，我去一趟，您留在家里。这僵尸一连4天都没有出现，而且他开智了。甜甜和任老爷又在咱们义庄，我怕咱们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。那你要小心处理，切记万事稳字当头。教叔，我们走了。走，快呀！啊，还有，雪安，这怎么办？他们眼睛都变绿了，马上就尸变了，你们后退！哎！去先剑生，桃木化头斩邪魂。许岩，这就好了。接下来该咋办呢？任老太爷今天晚上杀了5个人，实力大涨，恐怕他今天晚上会去找婷婷和我师傅。你、我还有打过他的人，都是他的目标。我得回一趟义庄。那啥，这样吧，我也回义庄，我还回去保护表妹呢。好啊，得嘞。撵你们几个啊，把这儿打扫干净。回去之后，把门还有窗子都锁好啊！是。九叔呀，没想到你的徒弟啊，个个都是高手。师傅，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很糟糕，死了5个人。我到的时候已经尸变了，
僵尸的实力大增，咬过的人尸变的速度加快了。先进来吧。待会儿呢，有一场大战，你和我对付僵尸。五彩春生，哎，在，师傅。你们保护任老爷和婷婷，僵尸会在第一时间咬他们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忙吧。好。别怕啊！师傅，等会儿咱们把僵尸引到血网陷阱里面，您躲远一点，我用闪电奔雷拳对付他，我怕误伤你。好，那你自己小心，千万不要逞强，安全要紧。别担心，没事的。等杀了僵尸，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。辛苦你们了。畜生爷！别怕。爹，任老爷，这家伙又变强了，人发又在现场，不能真对他下死手，只能智取了。任老爷，他现在实力不比从前，你们先推到后面去，快！现在外面都是糯米，僵尸会有所忌惮，你们就在那里。等会儿他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，你们就站在外面去啊！雪烟，僵尸在哪儿？师傅，在上面。他现在虽然实力不稳，但是已经学会飞行了。等会儿咱们把他引进陷阱再动手。春生，你过来帮忙。吴才和阿威，你们保护好他们两个。好，那就把他引下来。师傅来了。春生，莫抖！快！不好，他声东击西。滚开！乾金刚、吞顺轮、推雷电、震旋风、玄心星、冲霹雳、刚星志、月星斗、千元横力阵，剑指开！屈原借墨斗，春生上！你。小心！婷婷，任老爷，你别上，他会更激动的。婷婷，你没事吧？宝贝女儿，没事吧？爸爸，我没事。吴才，看这边！吴才，闪开！师傅，不好，他要跑！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。东青龙、南朱雀、西白虎、北玄武，集结如律令。堵在我后面，吴才，快保护他们！
徐彦春生，准备关门打狗。师傅，这怎么打呀？打不动啊！徐彦，用你的金钱剑寻找机会，我和春生给你打头阵。来，上！好机会！好机会！他境界不稳，受了重伤，我和春生拦住他。你用闪电奔雷拳打金钱剑，收了他。国民好师傅，好！不能让他逃跑，增强实力回来报复，受死吧！别叫我！别叫我！最后一击，双号威灵，尊武敕令，雷神普化天尊。1000功德已到账。居然给了这么多，幸亏没有辜负我，给他留个全尸。爹，孩儿不孝啊！我的妈呀！老师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徐彦，徐彦，老师，你怎么了，老师？没事儿，只是灵力一下子被抽干，有点疲惫。哎呀，九叔，这几天劳烦您了，我先回去准备好下葬的事宜，回头再将先父尸骨带回去，到时候呀，还得麻烦九叔。任老爷客气了。爸爸，让表哥护送您回去吧，我想留下来照顾老师。经此一事，许岩这孩子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若不是有许岩呀，我这条老命也保不住。那你就先留下来，替我好好照顾许岩。我回去安排好你爷爷下葬的事情。九叔，婷婷在这儿就劳烦您了。慢走。引人上路。这里发生什么了？这门怎么都破开了呀？哎，我说师兄啊，你这是哪里喊哎呀，我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兄，满地的糯米您看不见呐？师弟你来啦！抱歉师弟，昨晚发生了点事儿，一只很厉害的僵尸啊来找麻烦，地上都是糯米。哎，你的这些货呀，外边等等。这没问题呀。不过师兄啊，你这满院子的糯米、符纸、墨斗线，你这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凶残啊？何止啊，连酒蜜都用上了。是一只实力强大、开智成精的僵尸。还好，
虚言雷诀到了第3重，不然昨晚可就难说喽。什么？第3重？这才多久啊？已经第3重了！我的个老天爷，这也太打击人了吧！师叔啊，你真经不起打击。这算什么呀？我们都习惯了呀！哎，不是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竟敢挖苦你师叔！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哎，师叔，我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哎，行了，哎，师弟，躲行了，师叔，这小子真是个怪物，他得修炼多久啊？我这几十年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。嘿，快别愣着了，进来帮我打扫打扫啊，不然太阳出来，你这些客人可就受不了了。啊，对，我走。雷拳4重了。春生，泡壶茶来。哎，来了，师傅。这拳打的。师弟啊，这次打算住多久啊？师兄啊，你这茶的味道真不错。走的时候送你点不就行了？那感情好啊！哎，我决定啊，今天晚上就走。家乐那混小子，我离开时间久了，他就会造反啊！他若是有许爷的1半不，1/10的本事，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春生无才，又何尝不是呢？哎，小子，快去收拾一下，晚上跟师叔我一起走。啊，对了，你先和你的小媳妇说清楚啊。我再去看看吴才怎么样。任甜甜啥时候成我媳妇了？八字还没一撇好。雪妍呐，去看看也好。哎，记得和你家乐师兄多交流交流。哎，要是能把你师叔压箱底的请神术学到手，那就更好了。哎呀，你师祖当初啊，偏心，只传给了你师叔。压箱底的请神术？哎，师傅偏心我吗？师兄，你说这话可得讲良心啊！师傅他老人家最疼爱的可是你和大师兄啊，好东西都给你们，而我呢就分了一个请神术。喝茶。这闪电奔雷拳呐，声势大，适合群体攻击，人一多施展不开，容易误伤。我寻思着再让许岩多一门本事傍身，请神术近战，闪电奔雷拳远攻，刚刚好。哎呀，确实啊！你看昨天那种情况，很容易投鼠忌器。这要是有请神术的话，我昨天就不会那么狼狈了，是不是啊，师傅？干嘛呀？师兄，不是你们师徒俩跟我在唱说谎演戏呢？哎，不是，没有。哎，师弟啊，他学了你的本事，最后怎么说？他也算是你半个徒弟啊！弟子谢过师叔。行，哎呀，算便宜你这小子了。谢师叔。来，师弟，喝茶啊！哎，对了，师傅，这个呢是我亲手画的五雷符，您拿着防身。不是你说这是什么？
五雷佛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师傅什么时候笑过？还这么大声？是正品，这真的是五雷符，还是一打五雷符啊！雪燕，你可知道，现在整个茅山已经没有人能画五雷符了，就连我用的都是我师傅以前的库存。好，好啊，哈哈哈！你这小子的脑袋里头装了些什么呀？雪，这请神术我可以传给你，但你得帮我制作五雷符啊，材料我提供，符箓呢5分。当然可以啊，师叔。快！太好了，好小子！快倒茶，喝茶，师叔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老师太棒了！春生啊，今天晚上备点酒菜，我和你师叔好好喝一杯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！哎呀，你这给我两茶，给我两茶！你这哎呀，行，吃我的吃。婷婷，一会儿让春生送你回去吧。我今天晚上就要跟师叔出发了，还是说你想明天再回去啊？明天爸爸会来接爷爷的棺椁，我明日再跟他一起回去。老师，你这次要去多久啊？我就是去出趟远门，你一定要好好复习我教给你的功课。我回来可是要检查的。我一定好好学。吃吧。你看你，师叔啊，为什么你的道场设在这么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啊？深山老林的生意都没有，只能赶尸，跑来跑去辛苦死了。你以为我乐意呀？你懂什么？深山有深山的好处。再说，要不是你师傅嘴毒，我能住在这个山里啊？我师傅说什么了？来，你来赶，让师叔我休息休息。师叔，这我不会啊。这么重要的事还得您自己来，万一他们乱蹦乱跳怎么办？是吧？赶尸是不可能赶尸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赶尸的，只能抓抓鬼、杀杀僵尸过过日子了。跟你师傅一个样，赶尸都不愿意，你们呐？我记得四眼师叔赶尸时不是很喜欢整活吗？难道是我这个晚辈在收敛了？嘿，偷我的尸，我让你变白痴！师叔，照看好你的货物。你这是什么招数啊？这个空就能画符？没什么，就是通天路而已。通天路？你尽管这叫没什么。师叔，你让这些师兄们后退一点好吗？这地方不错呀，师叔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是谁选的风水宝地呀？师侄啊，不如你在这里多陪师叔一阵子。这天气也不错呀。嘉乐，嘉乐，我。这门还挺别致的，独一无二，与众不同嘛。走，
小子！那一腿真好。师傅让你看门，你孟周公，比我师傅还狠呢！我这，何方小子，吃我一脚！这师徒2个下手都够狠的，一个拿棍子，一个打脸踢裆。小子，跟着老贼一起的吧。师兄啊，我觉得你还是先稳住师叔吧。师兄。师傅。师傅，不错呀，家乐呀！师傅是老贼，你是大爷。师傅，我错了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没看清你。没看清。行啊，那你跟为师过来，我好好奖励奖励你啊！走啊！师傅，我错了。求点，师傅，您饶了我吧，师傅。没看清是吧？老贼！臭小子，还不去做饭？一天到晚你净胡闹，也不学学你师弟啊！真给你师傅我丢脸呐你！是师傅。果然师傅教训徒弟的架势都是一样的，连语气都这么像。哎，师弟，来，咱们一块儿抓鱼去吧。我中午带你烤鱼吃。抓鱼，一天到晚你就知道抓鱼，让你修炼叫苦，让你抓鱼你来劲儿。哎呀，我四眼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呀？啊，要抓你自己去抓，你师弟可比你忙多了。对了，师傅，隔壁大师回来了。他回来了怎么了？难道要让我去给他请安呐？切！世侄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师傅叫师弟去房间干嘛呀？哎呀，世侄啊，这就是请神术的要诀，拿去吧，好好练，别辜负了他。哎，师叔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，也不会辜负师叔的期许。哎，知道就好。看书去吧。好。哎，看完了，熟记之后还给我。没问题。去吧。太好了！上次杀了任老太爷之后，奖励了1000功德点，800点用来升级雷绝4重，这剩下的功德点就全部用来升级请神术吧。哼！哎，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游戏代练吗？太逆天了，难怪师傅这么推崇。你们干啥呢？和尚，你不是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吗？你还吃着凡间饭呢？啊？我去过了，但他们让我带你一起去。别吹了，就你这样的，如来佛祖要你吗？啊，你个假和尚你！哎呀，你还想吃啊？哎，你想吃是吧？行，我给你夹，来吃块肉。善哉，你怎么能给我夹肉呢？哎呀，你我咋的？你欺负我和尚？我欺负你和尚，你才知道我就欺负你和尚，咋的？狮魔大师又开始。好，行了吧你？这是青青，是大师的弟子。你管我？呀，青青，这个是我师弟，是我师傅的3弟子，他实力超群，我师傅老夸他。没有，你大爷的！是这样啊？哎，师弟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去制止他们吗？来，制止什么呀？这2口子挺恩爱的。我饿了，弄点吃的去。行。这人真有意思。你个臭道士！哎，行，我不跟你吵，哎，吃，哎，接着吃啊！
是你大爷吧！我虽然不用，也不能没有啊！你个赖皮，不跟你玩了。你个赖皮！走。果然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。大师忍得真辛苦，罪过罪过，希望别踢坏了。师傅，耶！来，加了血，来，你们吃，臭和尚。我师叔和大师一直都这样吗？对啊，他们俩只要在一块儿就这样，老冤家。不过师傅出门的时候一直叮嘱我，来了也要认真修炼，别学师叔那丢三落四的性子。吵死了！哎呀，又开始了。天塌下来我拍照，师叔抓狂我睡觉。横批：苦中作乐。慢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师侄啊，别提了，被隔壁那臭和尚给整了，气杀我也！师叔，下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师傅我一晚上肚子都拉光了，你快去做饭，你快呀！小心点。你这样说，哎呀，师叔，您悠着点吧。想笑就笑吧，别给你憋坏了。我又不像你师傅那样不懂情理。师叔，你让我笑，我真是忍不住。哟，你昨晚就没被吵到？没有啊。哦，我那雷诀啊，对灵气的运用有特殊的功效。我用灵气堵住了耳朵，什么都听不见，可以安安静静的睡觉。哎呀，真他娘的没天理呀！这种好东西咋就不传给我呢？师傅啊，你老人家偏心呐！师叔啊，你也别怪师祖他老人家了，这功法要是传给您，你也不能修炼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凡事啊，总得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对吧？这，你少来吧！我问你啊，你身为我师侄，也不帮帮我，就知道自己睡大觉。将来那臭小子呢，一点都靠不住啊！哎呀，真是男大不中留啊！我这也不能总用灵气堵住耳朵。有了，哎，师叔，您这样，这能行吗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老秃驴，这个脸皮厚着呢。哎，师叔，能不能行？您得试试啊。反正我睡得特香。就这样干。哎呀！四眼儿，你这是为何呀？和尚，你整天念经，让我们睡不着。那我们就只好来找你好好聊聊天了啊！抓紧时间吧，过阵子啊，贫道就搬走了。你呢，连个聊天的人都找不到。搬走？为何要搬走啊？你问我为何？你整天敲，整天念，我这是一直忍着呢。这不，我师侄受不了了，要走了。本来还想多待一些时日的，你看这鬼日子还怎么过啊？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看来是贫僧的不对了，不该打扰了师侄许言的休息。哎，大师，抱歉啊，我晚上呢需要安静修炼，不能被打扰，一旦被打扰就会扰乱心神。我练的功法比较特殊，如果被打扰会走火入魔的。听到没有？差点被你害死啊！等我们搬走了，随便你怎么念。师傅，这次我们确实有点过分啊，都打扰到别人修炼休息了。是师傅的不对，以后师傅会注意的啊。四眼儿，你看这样可好？日后
白天贫僧诵经，晚上就不诵经了啊！切，老和尚说话不算数。阿弥陀佛，绝无戏言呐！四眼儿，咱们是好邻居，你忽然走了，你让贫僧跟谁斗嘴呀？哎呀，不听不听，忙忙念经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青青啊，哎，师傅，我们收拾行李，我们也等着和四眼道长一起出发好了。有你在，我也有一个能斗嘴的邻居作伴儿啊！不是你我这老和尚，你别欺人太甚。贫僧何时欺人太甚啊？四眼兄弟，此话言过了。没有人规定我们不能成为斗嘴的邻居啊！你个老秃驴啊！我今天要跟你决斗啊！师傅，正好贫僧最近修行有所长进。来，倒是可以切磋切磋啊！师傅，走吧，师傅走了。师傅，算了，我听说了你说票，气死我了！师傅快帮我呀！哎呀！师傅，走吧。大师，还是你厉害，师叔随便被你拿捏。哪里？啊，告辞啊！哎呦，四眼兄弟，莫要生气呀！哎呀，阿弥陀佛。这大清都亡了，怎么还有鞑子满世界跑？慢点啊！师兄，师伯，师叔，师弟，你这是？师兄，我来向您借点糯米。家乐，去拿糯米给你师叔。好嘞。师弟啊，这就是水盐啊。师侄见过师叔，早就听师兄说。师侄天赋异禀，乃是难得的先天道体，闪电本垒拳跟大师兄也不遑多让。今日终于得见了，师叔您过奖了，我师父爱财，难免有些夸大了。哟，还谦虚上了。师弟啊，你可别听他的啊，他实力很强的，搞不好我们这些老头子啊都不如他喽。竟是如此。这么多金子得值多少钱啊？铜镀金的吧？铜角金冠，用墨斗线缠着。师弟，这是？不错，是僵尸，是边疆皇族的僵尸，不小心中了尸毒，我必须要将他送到京城去才行。这大清不是亡了吗？师侄有所不知啊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更加看重皇族的身份，准备将其带走。而北边的大人们呢，对他们还算比较客气。千左道长，你为何不把这帐篷给拆了，让僵尸多吸收阳光，减少湿气呢？大师言之有理呀。虽然我很想杀僵尸收功德，但千左道长为人不错，和师父关系也好，不能明知道他会死而不救。哎，稍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叔，这帐篷不能拆。非但不能拆，还得加固。这减少湿气固然重要，但这夏天天气变化无常，一旦这棺材上的朱砂被雨水冲刷，这僵尸就会跑出来，到时候防不胜防。师侄说的是，这不得不防。还是师侄想的周全，贫僧差一点好心办了坏事。嗨，没有，大师你也是好心嘛。师叔，糯米来了。师弟啊，希望这包糯米你用不到才好。借师兄吉言，我们启程了。好。哎，师叔，稍等一下。
师侄还有什么事？这个你收着。哎，这太贵重了，万万不可。师叔，您千万别推辞啊！这买卖固然重要，但是命只有一条，如果出现什么意外，就用这个五雷符，千万得保重。好小子，师侄的恩情，师叔铭记在心，下次有缘再见。我们启程了，告辞。啊，保重。告辞。告辞。出发。是。这雷里藏着一丝暴雨的气息，啊！希望没拆的帐篷能多撑一会儿，不要让棺材被雨淋了。希望师弟能平安度过，顺利的将棺材运送到京城。快！手脚都麻利点，把帐篷搭好。快点！幸好听了师侄的话，没有拆帐篷。那姐，只是雨势太过于大，棺材上的墨斗线还是被冲掉了些，只能待会儿再补一补了。好。让开！吴管事！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吴管事，能不能让寿材先进去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时间久了，这墨斗线化了一些，我怕。不行，一个死人才不配让我捧着。哎呀，这个死太监，真想一剑戳死你！师傅，现在这可怎么办呢？去，把棺材抬进去。好，来。等下再补一些木头线就好了。可惜木头线不多了，早知道向师兄借一些就好了。来，走！多的西北，快闪开！哎呀，什么事儿？吵死了！不，出事了！什么？救命啊！有僵尸！我师叔呢？他试图开始攻信了，快治疗！我问你，我师叔呢？我师弟人呢？哎呦！快说！我师弟他怎么了？他把僵尸拦下来了，在高树林。该死！师弟，哎，和尚，你留在这里看着他们。那孩子尸毒入侵，嘉乐和青青搞不定的。那好，我来医治，万事小心呐。知道了，嘉乐。好，这小子万一尸变的话，你直接宰了他。好的，师傅。万事小心呐。师叔，师侄，师叔，师叔虽然保住了命，但情况不太妙。师弟，师叔，前左师叔还活着，但是已经中了尸毒，快帮他！好。师叔忍住！师傅，师傅师弟，你们还好吧？师傅，你那还有多余的糯米和治尸毒的药吗？那被他们伤的实在是太重了。师傅原本要……有，给拿去。快，师兄，师侄，麻烦你们把这些尸变的尸体收拢了烧掉，否则会尸变。那僵尸被师侄给的五雷符打伤了，很有可能会再回来。师弟，你就安心休息，尸体我们来处理。四眼师叔，这些尸体我来处理吧。好。这是？没错，师侄用的是通天路。对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师叔和几位师兄受了重伤，咱们带来这些东西只能暂时控制尸毒进入心脉，得回去把尸毒彻底清除。走，走。
还不来啊？你滚啊，死变态！小哥哥，你好香啊！师傅，师叔，你们回来了。糯米水还有吗？再去多准备一点。你师叔和几个师兄都中了尸毒，快！好，大师，多准备几个水桶，装好糯米水啊！怎么了？哟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呢？我这就去。走。哎，你们没被僵尸咬死啊？给我把嘴放干净点，不然我不介意送你去见阎王。师叔，千左师叔现在失血过多，恐怕还得万人运功才能帮他把尸毒逼出来。我是雷属性灵力，没办法帮师叔运功，只好您来了。无妨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去给和尚说一声，你那2位南北师兄伤势也很重，让他赶紧过去帮忙运功驱毒。好，师叔您费心了。去吧。许岩，你师叔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好，但是好在命保住了。还得劳烦您帮忙运功驱毒，这人太多了，我又是雷属性灵力，我怕我师叔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好，你别担心，我这就进去看看。大师，你疯了！师弟，快帮我！这家伙疯了！这哪是疯了，这是尸变了，你都看不出来啊？请。怎么，舍不得，还抱着你？去你的！我说，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你逮着我一个人咬？小哥哥，我好喜欢你啊！小哥哥，人家要亲亲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死变态！师兄啊，看不出来你这桃花运还挺旺的吧？哎呀，才没有！师弟，快来救我呀！好的，来了！小哥哥，我喜欢你，我下辈子还找你。没事了。师弟，你太坏了，你明明可以直接杀了他的。哪有？我这不是让你长长记性吗？省得你下次见到僵尸的时候还傻傻的抱着人家。我先不跟你说，我把尸体先抬出去。不。哎，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去看看师叔和师兄们。锵锵，你照顾好那个小豆丁。照顾好他。走。师兄，师弟血液不清啊！别说话，你需要静养。不，师兄，那僵尸成精了，师弟我无法对付他，就连师侄给的那五雷符都无法将他击杀。若不是师侄给的那3张五雷符，我和几个徒弟的命都保不住了。五雷符都杀不死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是。我们师徒5人合力，才将1张五雷符贴在他的背上，本想着可以将他直接击杀，
但没想到他仅仅是负伤了而已。眼看着我们不敌，动用了第二招符才将他吓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吓走？果然铜甲师是有些许灵智，没有那么好对付，比任老太爷还恐怖。哎，师叔，那个僵尸是铜甲师吗？对，除了抹上精血的武器，其他法器几乎都对他无效。这铜甲师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连数百斤的棺材都能瞬间掀翻。这铜甲师有多强大，我们都知道。上一次碰到铜甲师，我们师兄弟几人差点都丧命了。师叔，你安心休养就好了。只要他敢来，我直接劈死他。况且我有通天路和五雷符，堆都能堆死他。啊！对了，师弟你放心，这小子厉害着呢，一手奔雷拳，飞将和妖将都打得到处跑，更何况他瞬发的通天路、五雷符管够啊！哎，你不说我都忘了啊，许愿，我们说好的啊，我出材料，我制作，对半分嘛。嘿嘿，好小子，行。师侄，千左师叔要是想要的话，你也要准备材料。你一个和尚要什么五雷符啊？和尚，我也是寻思着给青青弄上几张，日后防身呐。雪啊，你看着你师叔，我去准备准备。我怕僵尸突然出现，免得我们手忙脚乱的啊。好，好好休息啊。哎呀，太阳出来了啊！天气真不错呀。加了雪，去搭把手，把你们师叔和师兄们，还有那个小阿哥，都抬到院子里来晒晒太阳啊！师傅，这晒太阳有什么用啊？不知道啊？去问你师弟吧。不成器的东西。师傅，我……哎呀啊！来，两位师侄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说你俩的。哎，师兄啊，这晒太阳呢，能够压制湿毒带来的湿气，只要湿气不扩散和凝聚，湿毒很快就散去了。走，咱们去帮忙吧。走。来，师叔喝茶。你师叔怎么样了？哎，好多了。哎，大师，快坐，喝茶。我说你小子就不能换件衣服吗？这衣服上全是补丁，怎么你师傅不给你做新衣服啊？师叔，其实我师兄挺多衣服的，那个我四眼师叔对他还是很好的，只不过呢，这件衣服他可是求了我师叔整整8年，哎呀，很有纪念意义的。8年。难不成是你师傅的初恋送的？过了8年才给你吧？师叔，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没事没事，你可以和你的师弟学学。年轻人嘛，适当的改变一下形象也是可以的嘛。此言极是啊！嘉乐师兄和青青去那边休息，顺便照顾千左师叔和东南西北4位师兄。我四眼师叔还有大师照顾正在昏迷的小阿哥。方圆百里就这里有人烟，再加上小阿哥跟那个铜甲师有血亲关系，只要僵尸过来，肯定第一时间会去咬小阿哥。我们守株待兔就行。放心，整个道场都被我和和尚打造成了一个铁桶，只要那铜甲师敢来，定要他有来无回。散。四眼啊，你说这僵尸该不会走了吧？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？哎，不会，这方圆百里就我们这里有人烟，他能跑哪儿去啊？再说了，我做了这么多准备，他不来不就浪费了？大师，您放心，小阿哥在这里，僵尸跑得再远也会找过来的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还有啊，这千左师叔把他打伤了，这僵尸肯定在养伤，只是希望这方圆百里千万不要有人进来才好。听到没有，和尚？
我看你真是念经念傻了，连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。大师，没什么事吧？你师傅，你不看着你师叔，你跑过来干嘛？啊，我这不给你倒茶吗？等等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把那个小子抱起来！抱起来！还真是聪明啊！难道僵尸真的来了？尸体真厉害，这都能发现。师傅和大师都还没察觉到。准备阵头。快跑！这么聪明，真藏在这儿！我去！哎，别往那儿跑，僵尸会跟过去的。孽畜，受死！这能够压制住普通僵尸的魔网，居然对铜甲师没太大作用。我来缠住他，你们攻击！我砍死你！我砍！你怎么不上去帮忙？大师和师叔准备了这么多道具，先让他们玩吧。哦，等他们折腾够了，我再用闪电奔雷拳对付他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这一下，就连牛头都能轻松地砍下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持贫僧一计，大成佛法。我去你的！哎呀，老大护住了你！哎呦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伤害才250。哎呀，真是碰见鬼了！太硬了，完全打不动啊！看我的！停！看我超级无敌大宝剑，我砍死你！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？师叔，你换个武器呀！不好，这师傅镇不住他，师叔你快退！我砍！哈哈，有戏！我再砍，砍！不好，四眼小心啊！砍！这是身上多了几道灰白的印子，这么变态！师侄，这鬼东西交给你了，给我劈死他！防御强大又如何？看我师侄的闪电奔雷拳电不死你！不是师叔，你可真够意思啊！看我闪电奔雷拳！好。我没有大宝剑，砍不死你，不过我能抽死你。这他妈也行啊！这都不死啊！师弟，小心别误伤了！不是大哥，你等我给你玩SF呢！不是吧？4重的雷拳，4重的闪电奔雷拳，叠起来都打不死他。要是人老太爷遇到现在的我，2拳就劈死他了。不行，这家伙必须从内部才能杀死他，这也太难
必须从内部才能杀死他。你们两个把他控制住。好。大乐，别看了，快来帮忙啊！大师，我来助你。控不住他，你快退！好臭啊！终于打完了，我幸好跑得快。击败铜甲师，获得功德2000点。居然这么多！任老太爷才1000功德，太好了，可以将雷诀升级第5级，还能再升级一个请神术。师傅，师傅，站住！这抓不吐死你！你个没用的东西啊！你赶紧去洗一洗啊！对了，把你身上这身衣服脱下来烧了。你身上这些都是铜甲师的碎肉，这动物吃了都会中毒的，人吃了会变成僵尸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走！哎呀，快点儿！这真恶心！师兄，你这房子还能住吗？难呐，只能用白布先把窗户和门围上来。师叔，恐怕得烧掉处理了。和尚，你怎么看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，且让贫僧收拾行李。哎呀，那我们也收拾吧。走吧。收！师傅，把咱们房子烧了，咱们以后该去哪儿啊？师弟啊，你打算去哪儿？我和东西南北已经商量好了，他们先带着孩子返回去复命，我呢去师兄的义庄先休养一阵子，等伤好了，看那边怎么说，再决定去不去京城。哎，师叔，我倒是觉得您可以带着嘉乐师兄搬到某个镇子里安家落户。师叔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您是因为我师父的某句话，就跑到这深山老林里，独自刻苦修炼。您应该也为我嘉乐师兄着想，他也不小了，总不能一辈子跟着您猫在这深山老林里吧？是啊，许言说的有道理。哎，师叔，我师父的脾气您最了解，他呢就刀子嘴豆腐心，他要是不惦记您啊，怎么可能和您关系这么好啊？所以啊，您跟嘉乐师兄还是搬出去吧。四眼啊，嘉乐从小就跟着你，你们名义上是师徒，实则父子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老一辈怄气，也不能连累小一辈。或许啊，你是应该考虑许言的话。师叔，要不这样吧，先让千左师叔休养2天，然后咱们再去任家镇去找我师父。对于安排的事情，我师父最拿手了。哎，好吧，那就先去任家镇，我顺便将货给送了，之后呢再做决定。哎，大师，要不您也跟着去任家镇，暂时住2天。阿弥陀佛，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走吧。师傅，许言的声音。师傅，大清早的谁啊？好像是你师弟的声音呢。啊！师傅，我们回来了。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师傅，起这么早啊？
你不是送货去京城了吗？哎呀，师兄啊，一言难尽呐。这次若不是有许言呐，我恐怕早已丧命。什么事如此凶险呢？哎，师傅，等会儿咱们再说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位呢是嘉乐师兄，这位呢是一休大师，是四眼师叔的邻居和好朋友。那位呢是青青，是一休大师的徒弟。他们这次来呢是想在咱们义庄借宿一下，等找到落脚地呢就会搬走。阿弥陀佛，九叔多有打扰。欢迎欢迎，住多久都行。武才，把你师叔那些货先送到停尸房去。好，师叔，交给我吧。师弟，快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师兄啊，是师弟技不如人，我护送皇族僵尸前往京城，路过四眼师兄的道场，说借些糯米，谁知当晚雷雨交加，那闪电劈中了棺材，那僵尸立刻成了精，变成了铜甲尸，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。若不是有许岩送的五雷符，我和几位徒弟恐怕早已命丧狮口了。铜甲尸是，最后还是大师和四眼师兄小银三人联手才将其击杀。师兄啊，你真收了一位好徒弟了。没有，时也命也呀。做得不错。师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样，你们呢，先在义庄休养一阵子。思妍呐，过些日子你送完货，就带嘉乐去酒泉镇安居吧。本来呢，我打算让你失职过去的。师兄啊，嗨，你我师兄弟一场，何必这样呢？这次我让许岩去你道场，除了学习请神术和嘉乐交流，也有希望你搬出来的意思。休息一阵子就过去，你也是为了一口气耽误孩子的前程。师兄教训得对，师弟以后再也不敢乱来了，一定要好好教育嘉乐，为他以后多考虑。那就等吴才做好早餐，大家吃完饭再休息吧。好，嘉乐，看什么呢？快来谢过你师母，然后去厨房帮忙。真是没规矩。谢谢师伯，谢谢师傅。那我先去帮忙了啊。去吧。青青啊，你也去帮忙吧。是师傅。这棺材要是处理不好，容易闹出灾祸呀。虽然是用铜和金子混合打出来的，但也能提出不少金子。若是走漏风声，恐怕会引起天大的麻烦。师傅，那个棺材已经让师叔的货物顺路带回来了，就在镇子外边的树林里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想必我这一路上的小动作也瞒不过几位，你们肯定也很好奇我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我师傅说的没错，那口棺材呢确实该好好处理，要不然会出大问题。所以呢，我让师叔带回来了，顺便把它熔了。这熔出来的金子呢，一部分用作酬劳，另一部分呢捐出去分给穷苦的人家，还有一部分呢准备买些材料做成工具，分给几位师叔师伯。这酬劳嘛，咱们平分。鉴于大师是出家人，所以我准备给他买个房子，跟四眼师叔继续做邻居。阿弥陀佛，师侄有心了。做得很恰当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过想要把棺材熔掉可不容易啊，过不了明路。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，我那一份就不要了，师侄多给我些五雷符就好，我以后传给我那几个徒弟保命用。那我就和师弟一样，也给我一些五雷符就好了。我自己也有一点存款，平时呢也花不了那么多。我去，有钱都不要，你们这是打算让我变富翁吗？不是啊，师叔，
我这个做五雷符的材料，一个才10几个铜板，那个棺材几百斤呢，这个能熔出来的金子可不少，这不太好吧？哎呀，既然你师叔们和大师都这么说了，就按照他们的意愿来。切记，我要一次性分出太多的钱，做好事是对的。若要一次性分出太多钱，会引起贼和强盗的注意。再者说了，你出力最大，多劳多得也无妨啊。你还是安心留下。不过，这金子得到后可得存起来，有机会再慢慢的出手。哎，好嘞，那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留下了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等我有好伤势再做处理。好，师傅，走散好了。好，哎，青青呢？应该还在厨房吧。怎么有僵尸啊！快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很能打的！救命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让你待着吗？不是不让你随便跑出来吗？哎，师兄，这是你的私生子啊！哎，瞎说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师傅，我这才几天没回来，你连私生子都有了？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跟你师叔一段时间学坏了啊，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是之前呐受千狗十月影响的小僵尸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呐，没有完全丧失人性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，暂时养着了。小僵尸还挺可爱的，哎，别说啊，还真跟我师傅挺像的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给我去你！哎，师兄，我听说师弟的女朋友是镇上的大户千金，又漂亮又知说打理。那是当然，那任婷婷可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啊，人家可是镇上第1大户。有多漂亮啊？比青青还漂亮？是比青青呢漂亮那么一点，要不然以师弟的眼光，怎么可能会看上她呢？而且他们两个之间啊，可是任婷婷先主动的，师弟到现在都没有表态呢。啊！疼死我了，青青！让你胡说八道！青青，你别生气啊！在我眼中，你才是最漂亮的呀！你们欺负人，我要去告诉九叔！走，青青！你突破了，师傅，是师叔的道场灵气比较足，然后呢，我跟那个铜甲师大战了一场，然后突破的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已经学会请神术了，这个法门很厉害，只不过呢，适合压轴用。师傅，什么时候把八卦掌交给我？继续努力。哎呀，今天这天儿不错呀！哎呀，适合喝2口。九叔，家乐和吴才欺负我，他们说我不会打扮土气。这俩小兔崽子，看我不把他们屁股打开花！哎，对了，许言，你一会儿带青青去镇上看看，买点衣服，还有那个什么胭脂啊。哦，这么大姑娘了，就要打扮打扮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，咱们出发。哎，和尚，不是你就不担心你徒弟呀？九叔说的对，青青也不小了，你都知道为你们家乐考虑，难道我会让青青留在我身边吗？啊？哎，难道你想把青青许配给许言？你这个死道士，满口胡言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不过是让青青改变一下喜好，我什么时候说让青青许配给许言了？我是个出家人，是个和尚。哎，我就开个玩笑嘛，你还急头白脸的，还急眼了？不是棋还没下完呢。其实啊，你也不用在意家乐和无才的话，他们虽然是师兄，
但是呢不靠谱，说话口无遮拦。你要是真听进去了，那不得气死呀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们有的时候给你送花圈，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。好像是这样。啊，笑了就好。哎，走吧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送你什么东西，这次买的东西就当给你的见面礼了。这不太好吧？哎，你就别推辞了。你是想让我回到义庄被我师傅追着揍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师傅可是很凶的。四眼师叔呢，就是因为被训才跑到山里。你不会也想让我跑到山里当光棍吧？你还挺幽默的。那好吧，我接受你的礼物，谢谢你。哟，春生啊，别偷懒了，来生意了。你回来了？什么春生？我是你师哥，知道吧，师弟？行啊，等你哪天独立了，我天天叫你师哥。哎，对了，咱义庄来生意了，我让师傅休息了，咱们晚上去一趟啊。去打鬼啊？当我没说啊，当我没说。这个呢是我师兄春生。师弟，你从哪儿拐来的这村姑娘啊？你不怕婷婷揍你啊？还没过门呢，就找个小的。不过师弟啊，我得说说你，你这口味啊，真独特。说什么呢你？这个是四眼师叔朋友的徒弟青青，师傅让我带他来买点衣服打扮一下。你瞧瞧你说的那些话，小心师傅回去揍。随便看随便看啊，不要在意我说的话啊，当我没说，随便看。任婷婷很漂亮吗？婷婷是很漂亮，但是你绝对也不差。这样吧，这个胭脂水粉当我送你的，当赔礼吧。果然呢，人在尴尬的时候总会显得很忙啊。当我赔礼了。哎呀，别听他瞎说，你很漂亮。这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，你只是不会打扮而已。再好看的美女不会打扮也会拉低分数的。那如果我打扮的话，也会很漂亮吗？这样，我们现在去换个发型吧。你换个发型，再换上一身好看的衣服，回去化化妆，保证让嘉乐、春生、无才看得直流口水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走。走了。哎，老板，那个帮他换个发型，要那个大波浪那种啊。大波浪？顺便呢，什么是大波浪？化个妆。可以是可以，店里刚好有化妆师，就是这个费用。许安，要不我们走吧？没事儿，老板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。得嘞。来。哎，青青，我记起来，我好像认识一个服装店老板，等会儿咱们去他店里，给你量一下，然后做几身时髦的衣服，2套礼服，一套蓝的，一套白的。哎，你放心，绝对是保守的那种。相应的高跟鞋和皮鞋也各一双，绝对让他拿最好看的，不拿次品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Hello， 美女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我叫春生，是许安的师兄，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是怎么得罪这位美女了？难道是我在年少不懂事的时候伤害过这位美女？她给我白眼看。哎呦，你之前不是还叫人村姑吗？这才1下午的时间，换台词了？不是，这你是？哎，师弟，你回来了。这位是青青。哦，和尚，青青这一打扮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徒弟。女孩子嘛，就应该打扮打扮。青青啊，先去吃饭吧。谢谢九叔。春生，哎，师傅，你也快去吃饭啊！好，师傅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
我今天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路过废弃的教堂，里面来了一批新的传教士，好像都是女的。这你就别管了，去吃饭。吃完饭跟许岩走一趟，多锻炼锻炼，为师也好休息一阵儿。啊，去吧。许岩呐，今天晚上回来你早点休息，明日一早跟我去隔壁村子一趟。那边来人说，他们村子最近无缘无故六处不安，人口不灵，怀疑是风水出了问题。刚好我教了你一些风水堪舆之术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不好了，那帮兄弟找上门来了。